哎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到咗嚟收聽，邊啲福建節目。這禮拜我心那麼亂，唔是學鬼，唔是有鬼插亂嘅事。我嘅 computer 直hang，所以心那麼亂。咪見 OK，當然對嚟啊，對嚟。這個禮拜我咪講話題咧是講你知有一句話是講咩個菜刀個咩個咩碗糕嘅，啷記即係講咩？哎呀，死我別記啊，攏個困去啊！攏就被講咩哦？唔知咩菜個有菜刀個咩？我別記喎，啷記我被講咩哦？我袂曉。個菜刀個咩？個菜刀個咩？我別記啊！絕經嘅 topic 都冇嚟啦。鬼子刀、菜刀。冇事，有一個話，一個唔知講咩，即是老人事故啊！你看你啊，唔知係咪個做咁咩個菜刀個咩？哎呀，我別記啊！阿龍個無啲，阿龍你嘅卡若是講你個有啲嘅話，阿龍你會使夾你卡起來哦，還是夾你手起來阿龍？攏該看到到啲 YouTube，攏會看到伊個嘛對，是講伊特別等我 zoom in 去。等 zoom in 看，伊是困起來啦，是講咱可以注意，咱等我等 zoom in 嗱，落個啲哇！伊是困起來，唔係有可能講個小20歲青啊，有可能。有可能。唔見，咱到對嚟，就是咱大介紹咱這邊嘅特別嘉賓邊星，就是咱阿波大行歡迎。呀，加半劍，唔是阿岑樂沙歡迎。歡迎。安怎冇大行嘅頂面咧，這位啊，你嘅 space， 你做咩事 ？Because 你 angle 冇好視，你係嗰陣時你 angle 冇咩好視，你看 screen 淡仔 angle 較好看。我看我哋看到我嘅 document 嘅時，我按看車看是 angle 個調。OK，看到到。你咧阿岑樂沙你錄淡薄，潮啦 angle。阿岑樂沙你 camera 嘅實下，你 computer 上面 computer 啊 ？iMac 呀？MacBook，OK，所以你使潮本啊，佢錄淡薄個。你水啊，等我叫啊，咱就是叫啊，去到啲一邊嘅多邊嘅。哇，你看，嗱水。咱晒來笑就去做小英，阿岑樂沙咁樣看鏡頭，隻虎就超隻虎行超粗，入走卡就俾磨菜刀。我即係咁嚟講，冇唔笑，即係我落講OK，所以嚟諗咪講隻刀嘅問題嚇，住人有組織人應該是對刀是這樣有研究咯，啊無就是有嘅人是收個叻啲刀嘅 collection 嘅就成日講你用成個 box knife 你看啲啊，刮物件刀嘅，所以加料嘅刀咱對世界嚟講啊，有人。obsess สุกัดโต就係我講สุกัดโต還是 particular 就要見到你刀特別安怎，那我去想到這問題本咯，冇，我是真正小刀嘅人 ，OK， 我係刀特別只來，了要見幾多行款嘅刀特別有幾多款 specialty 嘅刀啦，唔講就係我㗎三行款嘅刀，開人講 ，OK， 後面物件無相款刀，咱一人，咱是無對刀無呢，成日講安尼換算呐。我切迄個僵屍嘅時，我都會想着愛好嘅刀啊。嚇對，就是因為我古早是住迄個，我做過 kitchen 嘅工啦，then 古早迄個 kitchen 嘅頭下邊迄個就是個紅哥。無 customer 嘅時候，我對住 kitchen 嘅時候，我哋暑假做嘅物件都是切僵屍。哦，
所以我哦只 enjoy 切件事嘅，因為哇，你 satisfy 你切了，你放啲水嘅時候，成個頭毛嗰款啊，開起來咧，對對，款飛起來，哇，我感覺真 satisfying 啦。所以我就是我哋記就是係我得到愛切件事嘅時候，都愛去畫圖咯，因為無來切件事吼，伊切袂水嘅。我就哦，是我多嘅 experience 你記得是啊，我就是多好無好，我就是你我切好嘅件事，我都愛笑到愛有好嘅多。你是到底到底做工？即教師應該是到底台灣，冇啦，我到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是，it's just that 伊係chef 啊，伊到日本有做過煮食，所以真搞切件事，所以我就是我嘅工就是啲切件事咯。哦，你用嘅刀嘅款上做款嘅你就會記哦。普通嘅刀啦，毋是蝦米日本刀，特別我真熟㗎，係你板子嘅刀啦，伊毋是係你貴嘅刀啦，就是馬來西亞話你基威嘅。啊，我毋知，伊有一隻係你 New Zealand 係你招嘅，係你刀啊，係你 brand。你就係 Kiwi 嘅都是 Thailand 做嘅咋？哦，我唔知。我就是想講伊是 New Zealand 嘅，了是我都奇怪，安怎 New Zealand 我都感覺無出名嚟到，了我去 check，伊是 Thailand 嘅票嚟，特別唔知係咪屬於 Kiwi。上個你上地 stainless steel 就出名嘛是 zebra 嚇 zebra 係咪啊 zebra 就放。未出名。OK，我講刀 OK 嚇，你講。我就是講刀吼，你問我係咪 brand 啊？我第一記就是你 Kiwi 嘅，做你睇我冇清楚。我刀係我係要記 OK， 我先講我記三款嘅刀 OK， 到啲 basic 啊，你拍啲就會有幾難三款刀，頭一項就是 chef's knife 就是講伊是嚇，伊是頂面白，伊刀片啊，伊刀嘅片頂面白，แล้ว一啲有頭整碟尖，แล้ว有一個口淡薄啊，冇得掉啦，看伊嘅 size 啦，看伊嘅 size，แล้ว伊冇上嘅 length 本啊，唔止跨大一個伊嘅度長咯，แล้ว usually 是8寸是 normally 我用8寸嘅刀。Then 個另外一個就是 paring knife， 就是射機，可能成個板白長頭鏡是用嘅。白長頭鏡用嚇桂枝，會使切桂枝你就會使手射機使刀鏡咯，咱叫刀鏡啦，刀鏡你手鹽掉。Fruit knife，桂枝是 fruit knife。特別冇pairing knife 會使入嚟做桂枝啦，但是講你買換一隻 specific 嚇。你切的是一特刀掉啲中央，嚟。哦，切未伊未刮㗎了對，你就切兩刀。伊上底。我是食面，若是講切蘋果啊，還是切白嗬，我是夾我手鹽掉，แล้ว我到啲頂面咧，可能靠嚟 swipe 落嚟去切伊，可能usually 是一邊鹽掉你嘅 food item，你食物件一邊夾多，很搞。第三類咧，都是 serrated knife，就是講有起嘅刀，伊個刀有起切落地。切成個講較斜物件，你要切了，伊是有骨啊，你嘛，伊是骨啊來買刀，頭先有起嘛，所以佢三款嘅刀咧是只要緊嘅，攞到啲我灶卡裏面，然後第一板當嘅就是刀無來，頓嘅刀成個講切嚿絲啦，咯，哇！我第一板當咧切咧姜絲唔是切係咧 anything 啦，แล้ว你刀無來就變咧咕，一隻真危險，你就你會用咕嘅刀啊。enjoy 掉，你食個切嘅時啊，你刮掉個機嚟嘅。伊 enjoy 掉咧是刮掉個機。嚇，就是。所以無來嘅刀是真危險嘅，你會掉 accident 嘅結果。你在做咩事？上單啦用刀是嗬。
伊刀只快无来啊，有的人用的刀咧，伊只久无来，你知咩事？嚇咩事？你的店袂使太定。哦，一做一燉起你點。你店太定咧，你刀只快就无来了。OK，一做伊嘅 H 燉起。對 EH 冇。對啦，所以店是不是 important？你攏講先，攏講攏會多。但係阿十六想講，係你 pairing knife normally 嘅嚟偷皮貨櫃子，意味是嘅嚟削皮。伊削皮。你話切櫃子本，成日 OK，成日我幾時做佢切櫃子啊 ？peaches 啊，桃啊，peaches 嚇 plum 啊嚇，係你我是用 paring knife 切做隻 wedge 咯。哦，我近日用 paring knife 是做長頭呢 ，the rest 嘅咧我是用 fruit knife，because 我是達到感覺，我若是用 fruit knife，我會使做得行，like 我會使削，我會使切。若是講我用 paring knife 人再你使咬我看。我達到用 fruit knife 意思是成個人平時你成個隻 steak 嘅 knife 呢？伊是較長呢。無像，伊是像甲chef knife 嗰啲款嘅，特別伊 chef knife 是翹起去嘅嘛，對唔對？伊先夾闊 ，and then 咧伊是把你 fruit knife 是敲落嚟，伊平伊嘅刀嘅，把你是伊切隻內嘅位是平嘅，然之後 chef knife 內嘅位是彎頭前。chef knife 是翹起去嘛，你切是 glide 嘛 ，glide 嘛。But then fruit knife 咧是 flat。我看 fruit knife 嗰時，我嘅 fruit knife 是 flat。wood stuff 即係 peeling knife，我唔知 fruit knife 就等我看下嘢先。你看我看你 fruit knife 嗬 ，Amazon 嚟，等我看看。嚟啊！差不多像嘅 ，OK。這裡是 paring knife。paring 嚇。這裡是 fruit，伊是像嘅是較長嘅。所以你使你講啊，你切下面fruit 本嘢。伊個料係割斷，免切攞刀啦。OK。咁那是你切，你像有類物件，像個 OK pineapple，伊嘛是有愛嘅咯。所以你本使用這個哦。你有陣時你食 cherry 加是 strawberry 啊，你本使用這個哦。所以但伊你看起來是真像嘅，是講 fruit knife 是頭前個山淡薄咧，伊較長，伊 blade 較長呢。特別是像嘅，對我嚟講是像，特別是我用這個咧，我切，但是你蘋果啊，是咪上長、上肥嘅時啊，我感覺伊切袂了，伊切袂講切一半，伊袂切咯。切袂貴嘅了啦。切袂貴，對。所以，若是我用這個，我會使削，我本會使切，所以是我 usually 是用這個較用咯，免換刀卡。OK，我要去，小淡薄不得了，我個 intermittent fasting 嗰度係放個點嘅，叫佢食。等我看就住啦，แล้ว OK，住人整個真正 particular 嘅樣嘅刀嚇。我無 particular，但係我舊年嗰時我係硬到有啊，就係刀㗎了。所以伊有嘅是係你 Woodstock 啦，德國嘅刀，一場係你日本啦，Shun 啊 ，SHUN。哎呦，所以你硬是小刀啦，你硬。伊面是講小刀，梗係去買同款嘅刀嘅，甲你講。無 ，because 伊感覺講你愛做蝦米物件咧，是講你無係你釣嘅物件，釣嘅 tools。Right tools for the right，你係咪叫咩？Right tool for the right task。For the right job 啊。Right job 嚇。呀，伊是呢咯，是講伊釣豬仔咪是釣用好刀是好嘅啦。你去年嘅時啊。我叫一個，伊成個一個 band 呢，伊嚟做我刀嚟嘅了，話貴嘅了。哦，OK。去年是我spend 個咧，about 600塊，做話嘅了刀，同我 gardening 嘅 shears 啊，我家己有個話刀嘅物件。有特別賣 after 安尼幾年啊嘛，你 edge 就係 blunt 咗嘅，所以。不過你話刀物件點裝？你話刀物件，你是。我係你食嗰啲 Woodstock 咧都係倒住去啊，就是嚟 go back and forth 呢。要講要曬 4 stages 呢？係要曬你 slot 呢，個格刀嘅 slot。我係用你，我特別我 so far 冇，我就 maybe 你較 certain level 你特別去貴波貴嘅咯。I mean 你貴 angle。
10年嘅誒，我係咪想我係10幾年咯。depends 是你特特熱煮嗰時冇煮。啊，點解看你多教啊是特特保餐煮。啊？對，美國我冇特特餐煮嘅時候，你點煮物件事？我煮 up to 3餐咁樣啊，所以啲嘢咁樣多嘅。有所以一個好似擺到條磨嘅。你是好，像甲你講啊，你 gardening share 係咪嗰兩本嘢？有 angle 嘅，like 你 just 係落去啊嚇。because 那是講人未曉磨多嘅，人煮磨伊煮嚇 ，because 伊 angle 唔對，即係有一個 machine 啊 ，I think 是 Amazon 買，唔知是180幾塊喎，啊冇包愛買，我檢測我買買，你叫咩？我吹下。我未曉，我未記啊！你念頭我 delete 佢。應該是那個 night sharpener 吧？啊，伊是迄個真濟人去 hunting 啊，伊人為之太豬啦，太啊咩啊 deer 太落啊，所以伊人就是伊想你只出名嘛？呢物件咧，可能特別老師甲你講啊 ，professional 嘅你 tools 你 night sharpener 也唔是用把斧嘅啫喎，也用 belt 嘅。用一個spinning 嘅 belt 要something 唔知是用鐵啊，啥物？Diamond 啊，伊是 diamond 嘅誒，寫 sandpaper 呢？嚇你啊？真快唔知啊，真快！我冇明。我這邊rotating 嘅。我這邊會不有一個 knife sharpener 嘅店。哦，是唔是安尼看？是唔是安尼看呢？啊 ，something 安尼看呢？嚇 ，something 安尼看呢？了，伊家己伊angle 就係伊 angle 爾，伊真快。嗱，伊調好咯，嗱，你會使調你就這 angle 你要磨是？伊上個伊刀啊是蝦米刀啊？有 angle 嘅，了你就係。了，伊講啦，and then 伊甲你磨咧時啊，伊打橫真久嘅 ，because 伊 angle perfection angle。我最近看到只是一種嘅刀，我看一種嘅磨刀，我冇看過。伊是成啊，伊有一個 base set 你 angle，你看到一邊是20度，一邊是。即20度啦，正後尾15度嘅，伊無相啦，所以伊嘅 angle 是互你撳你刀咯，伊是 magnet 嘛，所以調到你 angle，然後你就下一個400 grit 啊，啥物1000 grit 嘅迄個來磨咯。然後伊嘅磨為 diamond 嘅 surface 是到啲迄個圓嘅 barrel 嚟啊，我哋伊撳手撳掉位，所以你看射伊就會磨掉咯。你阿莫包寄下我誒，伊講啊真濟迄個 butcher 嘅店啊，伊人用真濟迄個你去 supermarket 啊，伊切白咯，伊人都是用迄個，because 伊真快，我無注意 ，because 伊一個講180幾塊，我就甲伊講我買啊。誒，但我看到是幾類哈？是9095，94.99。94.99，特別冇那貴嘛，even 你 convert to Canadian 嘛冇那貴。我冇注意 machine 係一個新嘅 edge for 伊 knife 又 for 伊刀嘅。但係你講咩？Like 係個 machine 啊，但係你看到喺 Amazon 咧，伊會再調 put a new edge to it。哦，I think it's 係啊 ，because 伊成日伊 replaceable 嘅，佢哋伊即係佢哋真嘅。伊是，所以你講伊磨嘅 surface 是 stone 係咪啊？伊咧錯嘅 surface，哇，老實講啊，嚇對，應該是會哦，我看係款啊，by the look of it，你看到已經一殺即起啊嘛，94塊，嗱，你看到一條伊嘅，我未記，好難看，即嗱，你看伊個條伊嘅 angle 佢哋正幾多 ，then 個嗱，這裡咯，你講伊，這嗱這混淆，係對哦，冇營養咯啫。I mean 你once set 了，你自己手靠呢，once set 啲 angle 啦嘛，
伊 angle 都 set 就應該嘛，一邊 set 下邊 angle 下邊一邊 set 正嘅 angle 咯，自己很背。是講有當時啊，我 feel 到一個校本別個，無成個 ，because 這麼數，人嘅都尤其是你 chef's knife 或者係有 stuff 你看你 chef's knife 啊，伊會多隻教咗，所以伊多教嚟講係哦，你教家你直直人播嘅是伊會多angle usually 較應用嘅嚇，伊是到底一啲位靠伊是。伊啥？伊是播下伊個啲尖嘅位來呢咋？所以 by the time 你去到伊個多，咱多是做啲一啲來嘅位是較薄嘅嘛，特別去到頂位咪是較高咯。所以 by the time 你去到上懸嘅時候，你播多嘅物件，伊上滴啊伊袂播下咧，伊個切來嘅 edge 會尖起咗咋？小解看講，所以變做所以你特別有。你特別去 professional 嘅播刀，還是要家己曉用 stone 啊？你播下伊個貴嘅 blade， 我伊個伊 edge 位曉播下伊較薄，到對樣你家用到啲一種用安尼款，干那伊頭前嘅 edge 做起來嘅。是我冇咩講。誒啲較叫伊用嘅是，伊是短嘅就，佢裏邊嘅是連嘅啦。你話是嚇對 professional 嘅是安尼款咯，伊是隻 belt 嚟嚇。bell 啊是，伊出 spark 有當時你播較粗對，yeah。所以有看阮咯。嚇，伊第二十個，我我成唔知啊，唔知隔了人古早會出來有無啊？是種嘅，個 vintage 呢，第二十個來播刀嘅。哦，食係咪伊是巴杜咧？是？伊是巴杜嘅，Whetstone 咯。Whetstone 對嘅。哦，我厝過，咁啦，唔該，咁啦，諗有啦。是講人冇咩曉，我係講到真厲害，我係講會曉掠 angle，我係講是伊用手幫呢，伊用伊特別播是用手幫，伊幫快伊有。愛做打面，愛做打面。伊是功夫嘅就即係，你做冇得來，冇得硬做啊。Because 你特別多邊正邊。angle match 伊個會來，我係講是 freehand，特別是 carpenter 來，所以特別播伊個嘅圖是這樣。是哦。就是人講，若是你袂曉播多，地方唔通播 ，because 你播了，你會做歹迄個，伊 angle 迄個 angle。是哦。然後烘嘅邊啊，即係最嚇，你嘗試啊。好事。我就有個有無迄個係第二十個，你使廿半。對，後尾我係後尾啊。我後尾嘅是背後尾。我後尾就該播幫水本嘅播。伊成啊一個灰嘅，伊成一個灰嘅物件，就伊一個 rough 嘅無咧 glaze 嘅灰嘅物件，你就使過來烘嘢。是講你都是愛個啥40度啊，可能播伊啊，也去看肯播伊，一過後就會來啊。對。你看。你聽到哈？對啊。我無啲嘢捌你數。冇啊，別亂這邊。OK。來錄。我聽人講嘅係吼，我是自己都用緊了別件。Actually，那是你 chef's knife 也做緊了隻字物件冇咧，你做係我唔是 chef's knife，菜刀啊，我是 mini 菜刀。mini 菜刀。真正 mini 啊！我規支菜刀差不多，人嘅 iPhone 係3嚟款。哦。哇！你細支有咩？插入去定，插入去叫番仔卡堆啊，用鐵堆互我係。我食番薯嘅，我冇咩係用菜刀嘅。是唔是 budget 嘅時候，所以你有下你借鐳嗬，你講哦，你係下你 budget 個低人步你菜刀。我唔知喎，冇啦，菜刀重嘅數都知哦，真係菜刀真正重。細支嘅較好用。不，菜刀是無安尼重嘅，佢是較薄嘅，特別 cleaver 嗬，菜刀 cleaver 嗬是 rectangle 嘅，伊較薄嘅。有時講你夾下你浸杜白咧，是較肥嘅。浸杜白我完全是未曉嘢咯。
佢哋我是驚我。你是講從杜拜時，伊成個頭整尖尖，伊有隻 curve 可能嘛？OK，我講杜拜有特別個背嘅，curve 有一種背就背嘅，唔是，啲嗰種 curve 想。別使講佢哋應該是切你斜杜白未煮嘅時候，你雲山裏邊啦，佢哋是雲山王，佢哋是尖尖嘅嘛，是尖尖嘅。伊成日咱頭斜時用嘅鳥嘅袋啊，你就咱 composite 嘅啦，半半掉三個鳥咧掉。個另外一種是浸小肚，佢哋我國家未有用。哦，佢哋頭一隻波頭，佢頭整成啊，伊頭整較會 from 嗰啲病，伊是較快唔會。伊病較闊，伊往時有陣時你使夾你 mallet 啊，伊成日鐵腿咧樹林頭嘅鐵腿啊，你講伊，一嚟篤伊啊，嗱這是菜刀啦，這裡是菜刀喲，是唔是？這裡是唔是菜刀？對，對，菜刀對，當然菜刀對，冇當冇咧當，啊咪伊是當，伊是都 consider 當嘅刀本。Tapi kan encik lu tahu because lu main yang lah ian netang im lu just like lu lu 用我嚇我特到切 cabbage 我就是用起嚟哦我唔敢冇好用佢打我係迷你嘢成日咁配嘅特別因為細邊寫嘅啦特別我冇俾我 just 我講做豬 so 即係就是頭一支我到 Canada 來時，我去 Chinatown 買，較當金個咯，安尼估安尼大支個。特別只訂到嘅時候，我係較早菜刀是哇，咁咪要山羊made in China， 山羊牌 stainless steel。到來時啊，伊有 size 咗，我唔知啦，我今日買一個啦 ，because 你是第平常嘅，所以我買一個。normal kitchen 用嘅菜刀有咧較大支嘅本有。我冇咩係用菜刀本，老實講，我有我儲一支，但係我冇咩用，我唔要用。你講你切，我有用菜刀，切辦法冇相嘅咯就。誒，當咱講菜刀啊，但係別使講嘅迄個。較舊較大支嘅，迄個是唔是叫做菜刀啊？你叫做咩啊？剁刀啊？唔是菜刀，迄個是切杜白嘅 raw 嘅杜白嘅。冇一個切 raw 嘅杜白。一想伊嘅 shape 咧 ，is Chinese 嘅 version 是較闊，特別咧阿摩嘅咧是叫 boning。特別 boning 咧是隻散嘅話阿摩嘅。是，咩樣做好咯？你係你話你 profile picture？ 哦，嗱你看 boning knife 是安尼散嘅咋 ？boning knife 啊冇啦，我唔知鄧人嘅 boning knife 係點樣。散嚟嘅，is exactly 嘅。嚇 ，because 係 flexible 本嚟女嘅。flexible 嘅，係安尼款咯。特別你講嘅鄧人嘅 boning knife 是安怎嘅 ？boning knife 是好多起骨嘅咋。OK， 但阿姐就是細漢嘅講，I believe when 阿什拉薩 take the 菜刀，阿毛包 is staring at her。嚇！點就係有菜刀，嗱特別講人起學嘅時候，有菜刀對你就成日講啦，嗬。是啊。誒，這個講嗬，你講香港嘅什麼講？即係 Malaysia 唔 IKEA 就叫做 Fluxa 嘅刀是真好啊！我除咗 Fluxa 是磨刀嘅，唔是刀嚟。Everyone still have。IKEA 同佢伊stainless steel物件嗰啲好啊，伊錢啊，佢我用伊釘。咁佢都講，你用你一支刀是大支，你看你小影係有咩？哎呦，我笨蛋啊，小英哦！哎呦，我找袂對我杜嘅小英。唔要緊，你會使，你我要安怎下？你 WhatsApp 我會使。好，我 WhatsApp 你，我會到我這幾刀啊，好用，本好用，冇好用，本冇好用。我這個鐵刀啊，只硬生生嘅哦，只攞咗。哦，你冇俾 stainless steel 係咪？哦，
小大波去订對來嘅嘛。哦，去訂對來啊 ，specialty 日本嘅啊。叫卡對來。哦，去 cut 出來 ，Oh my god！叫番仔卡對來。哇！講你別用大機嘅，我去做細機嘅好咯。所以成個菜多呢，特別細機啊。我使落去看，我使誒，我有，I think 是 Korea 嘅店嘅，像菜刀啊，可能特別 chef knife。即係echo 就得，即係你讀 violin 嘅邊 violin 你實 mute 你咪冇講嘅事，我睇到 echo 就邊，你電話是唔是下掉？即 stand 係咩意思？你 mic 就按你 speaker 就可能。OK， 試這是 WhatsApp 嚟。我看到。Scene 等陣 cam scenes no profile shit overlays recording source blank。得咯啊！你叫我未啊？我 OK， 等我去 download 先。哦 ，QV 哦，哇！而家成日 send 這是，特別你這是 custom made 嘅數。Nokia 你 Nokia。一定第細機甲第大機。แล้ว你這是用細機嘅？第大機是啊，伊買來讀小賣。OK， 等陣啊，唔對，伊細機嘅吼，伊真會生生咯，所以真頭痛。特別我無咪煮啊，我無咪佇厝煮，所以我本無去翕伊啊。愛用嘅時，甲來洗啊，抹安尼油啊，甲來用。我吹，我這人看到這是學貴啊，唔是一刀，我會吹伊刀，就是這邊嘅位，然後你看先看大機先。你看伊，哇！這是金配啦，金配嘅多啲。哇，金配！我不要用，唔係我不要用，唔是我。細機你有用啊？我是用細機。你特別是用細機，但我係細機可能看。我起來成個只重啊，你看咧。係啦。我只重，真只重。嗱，細機出面哦。哦，這是細機嘅啊，對。你是嚟做咩？細機嚟做咩？出題哦。隔了啦，你切下面物件咩？切僵屍啊！成個滷。切僵屍，特別我僵屍袂成滷，我成頭毛水袂啦，我成燒燒我搓。食 spaghetti 啊，你僵屍。Angel hair 啦 ，OK。Angel hair 就3蚊咯。Angel hair。你細機嘅真 cute，真水。啊，那出面啦，細機嘅。我嗱實好用本啊，我嗱實。是啊，細機嘅好用。呀，較濟啦，較濟我又。叫你特別是煮食嘅時用啦，特別若是講真係是切櫃子嘅，就唔是也難看嘅啦。切櫃子就是真係也是 stainless steel 嘅。頭晚講係你泰國嘅條嘅。哦，係你 kiwi 啊？fruit knife 我冇有用誒，我真係傻拜。真傻拜。我 fruit knife 我冇有用。你話頭晚 start 攏講係你切極嘅啊，食古話嘅嗬。我時常顧家己嘅啊。這裡是切，最想要家己。一這是切 lettuce。哦，這 lettuce 係 Bruce 嚇。我切類 lettuce 伊袂變黑。哦。真濟菜啊，咱用刀啊，伊會有咧菜，有咧果子，伊會變色，變黑色嚇。所以你就用。oxidize 是條 oxidize 條嘅嘢。一個。你用啊？是嘅咧，擺書我看呢邊，才是冇用，我呢看呢邊。Because 我每日袂記用。小仔。我買送人，我買真濟送人，啥人 homewarming gift 啊，啥物，啥有咧人伊喊你真坎坷買啊嘛，所以我嘛是買一個，我伊係要一個 give back 真水嘅，哦。然後我留一支互我家。會來哦。袂歹，我感覺是袂歹了，有咧，人講有咧啥有咧，就講啊，有咧 dessert 啥物物件。你用刀一般變色，所以你嘛，你愛用一個來是有一個紙嘅，你講你使用物件。哦，使下冇相款。我用真攞刀呢，我每日袂記用。我互我一個朋友，伊講伊自家用來切梨啊 ，because 梨啊每日變黑，
所以伊講伊來啊，了伊來啊未變哦，伊甲我講嘅啦，我唔知。大媽不緊不是大媽咁配講咩啊？咁樣咩？大媽你講 something when 其實想講咩啊？你講 something 啊？然後講到你 chat 你細粒到時，讓你講掉 something。我講我哋攰咯，對攰對，我是想顧到家己嘅。啊，怎你顧到家己嘅？你超劍了啊！時候你看，你寫是。寫是，咱寫是袂使拖到對嘅嘛吼，我正搞嘅拖起拖落。你寫是你是用你倒拖起拖落嘅，唔是嘅，你 sponge 上面掃嘅啊。我用 sponge 拖起拖落，然後你哎呦，我卡緊女啊天！未使寫，你 sponge 未使寫到你來位嘅 opposite side 嘅，你話可能你倒無來就快啊，because sponge 有係你鐵啊嘛，啊 opposite side 無來嘅 side 嗬，你係被拖，你未使來係被拖起拖落，because 伊係你 sponge 嘛刮破嘅了嚇。刮破 ，and then 伊有酸嘛，伊是做你嘅刀無夠來嘅。我唔是酸，我是迄種黃色嘅，即係黃色規地嘅嗰啲，所以刮破你 sponge 頭。哦，你講嘅是，到底伊後尾甲食位，意思講你 sponge 壓到底甲食位壓落去，然後你甲掃哈。講 ，OK， 我知啊。但我看過就人有只我係叫我以前真正暑假多，伊唔知伊講伊厝唔知幾支刀，唔知百幾支嘅刀啦，伊拖幾哪裡拖，嗰是不上嘅刀誒。我無捌啲個咧暑假多啦，特別咧我是真 concern about 我 bowling 嘅刀，because 我真係做真係冇。你debone 後，你是講你 bowling 嘅事，所以你是成個你是阿嬤嘅。debone 即 boning knife 啊，薄散。我有買兩個，一個是電人嘅，特別我係辣唔夠辣，所以我買阿嬤咯。但係你講在，我要吹啫，我唔知講你講電人，但係你講我想未，我比較 imagine。你看係你幾啊？浸豬肉佬啊，反正啊一罐黑碗嘅。伊是 cleaver，然後呢，想好人剁到誒，係你未 bone，係你會 bone 啊，係你會使起骨咧。伊唔是起骨，伊是未是叫你剁骨。because 係啦，冇想。因為咱這邊為嘢個了especially 係你叫咩 spare ribs 上夾長嘅嘛，對唔對？你愛煮排骨嗬，我暑假係你細細粒排骨啊嘛。normally 咱這邊食長啊嘛，但是所以買出嚟actually 你講嘅是 dog， 伊唔是叫做 boning knife 啦，伊是叫做伊是 consider cleaver， 係是原來 dog 骨誒，伊唔是起骨。boning knife 咧，你講阿嬤啦嚇，阿嬤講 boning knife 就是原來起骨。成個講你 chicken thigh 啊，未起骨咧，是你刮，是你起個彎，伊骨會要靠個把出來呢。好，你用 PTR 看我 picture。OK， 我看這裡啊，這是 boning knife 啊，這。我等人猜到，等人迄個剁骨就是呢。剁骨 ，OK。但咧我阿嬤剁骨咧 ，boning knife 是 boning knife 冇是 boning knife 冇人叫嚟剁骨嘅，就 boning knife 是叫嚟起骨。起骨啦，but basically 針機用嘅。未使冇人叫 boning knife 嚟針嘅，你知道 ？boning knife 是嗱針是剁嘅意思啦，嚇 debone 嘅。冇啊，我 separate 我嘅 with this knife 嘅，真好用。maybe 下本啊，特別你是你講 boning knife 嗬，阿嬤嘅 boning knife，伊是 flexible， 細散 ，so that 你會拿來哪度你看呢 ？so 嗱，這是 butcher cleaver， 即 butcher cleaver 是頭先你講嘅，你剁骨嘅刀，然後 boning knife 是你看散嘅。because 你未 flexible 起骨，你安尼大機嗬，你未想起個一
骨嘅南邊想雞巴啊，你愛起骨嘅時你未刮嘅巴呢做啦。maybe 即個伊怎麼你看即 maybe 即個 because 伊頭尖嘅時候，伊即個頭尖嘅時候，你會看到伊 maybe 會起，特別我嘅 bony knife 出嚟唔是真正油，我嘅 PDR 都 PDR 嗰隻。啊像啊，冇像嘅，冇像，唔是即個。OK，免謝，我嘅 boning knife。啊，即個嘅 boning knife 啊，即就是 boning knife 對。這就是 boning knife。OK，等陣。啊，對啦，成個類小英咯。哈。boning knife。啊對。伊這邊深深嘅位置啊，你會使 all like in between 嘅骨嘅物件。แล้ว若是你做糊嘅時啊，你會使皮。都真嘅是正嘅 boning knife。對。特別我即個吼，我切雞吼，我切伊 parts 個了嚟伊 wing 啊。你冇剁嘛？你是切嘅嘛 ？because 你會切嘅時是你知 join 上面物件，你會使割過。ligament 啊。即特別唔是剁啦，剁就是講你一支伊雞腿入面骨，你要剁咗三地，迄個就是叫做剁。我冇咪剁嘅，我感覺到嗬剁物件，我I 啲是我多無來，還是我未曉剁，伊特別出伊個骨嘅 shot 嘅了，伊嚇一地啊，嚇我冇時間伊一地。你就係英準。嚇！即係我未第二刀，我是未上會嘅，你講。你就係英準，你一搭落去咧。冇時間誒，食到你知伊落去啊咧叉燒嘅店啊，啲啊咧雞啊啲鴨啊，伊咪是食。以前伊來伊 knife 是這樣來嘅嘛，伊都特別伊每時無事講，會食掉下咧伊動物 marrow 物件，下咧。往時你剁掉嘅是伊個骨會脆去淡薄，所以你會食到來嘅。面是來呢，不過下咧黑物件是。哦，伊 marrow，伊 marrow 係咪嘅？食掉是無爽嘅嘛，係嚟，you know，食爽。三個三都未講咩？三個三。我邊我屬個 bone marrow 嘅。哦，我們是搞 bone marrow。我屬個，我就是叫我猜多嘅針啊！你猜到啊？你頭晚我學你講你猜到嚇，我那是愛針喺你雞腿啊，我會用喺你 ，because 你咩用力嘅，你 just 一你一度針起啊！哦。啊，แล้ว你不免幫 ，because 我正驚幫啦，佢哋你針掉是針掉你家裡發斷去，所以我 just 下到你點嘅位。啊，三拉沙係你。我打香港咩？我是那他媽入 show 下你 cleaver 嘅時候，我想到我阿媽有自己預備咗一項物件，伊真 excited 嘅，所以一轉來嘅時候，伊都 show 我人一個，哎呦，臭味你食雞！這是 cheese knife，這是這是食雞。即係對 cheese knife，我諗這邊用 cheese knife 就是安尼。特別伊 I don't 因為這個是做啊 Southeast Asia I don't think 伊人是做來 design for cheese knife，伊人是做來做爽嘅。臭味好叫。對，我阿媽都真係伊講個趣味呢，所以 from that day 啊，伊切下咪啊，伊會用下自己，用自己寫。哦，趣味。maybe 你使介紹學啊，即係咁配用。寫機，本是基位嘅啫，Malaysia 錄機啊，半山都冇嘢。因為我哋好用哦，嘢可能頭。你是切你不拉針啊？切不拉針。切不拉針。啊，切不拉針，就是我諗切不拉針。咁配人都看下。我用 Snapchat 不拉針呢？咁配我特別學伊，特別學伊 YouTube 嘅領哦。Snapchat 不拉針呢是一邊，because 不拉針正舊嘛，正滾，你一邊斷，你切嚟時下，一切你咧入去補嘅。你講咩？就你一面咁配你講 6 pounds。我去 YouTube 除，我冇去 YouTube 看，等陣啊。我會去你捌看過日本嘅 chef knife is exactly like 美國嘅，但係 is rectangle， 一頭正正。我有一個。嘛是你選 knife 咯。我話只貴咯，啫。叫嚟我人看啊！別使講叫嚟我人看，我唔知，我唔捌看過。啊嚇，我人看，我唔捌看過。我 add 這裡。有時唔對，我要 add 這裡，我 add 這裡 camera，你知道 camera S，OK，
carrot S 菜这按照我 shape 16 by 9 okay 16 by 9 there you go 噔把大行哇 okay it's a PTR 啦 this is okay Japanese chef knife okay NJ BTR 你話佢拖啊OK，等我講 OK 啦，安尼，Japanese chef knife 因為嗱三好樣本，這隻貴嘅是唔是？冇啊，啊啲冇上，冇上，看 brand 吧，係啦，有可能，你常常用啊啊？ brand 係咩 brand？常常用啊，我唔知哦，四下格啊別。你出 sashimi 用啊？真正好用。我看到有你多啊，成幾百塊啊，有影 like 比較特哦 ，like 有影是安尼好用哦。你真正來，我講真正來。Yeah，真正來。depends 咯 ，because 嗬，人見多時嗬 ，depends 伊個 weight，伊 chef 伊 weigh on the weight 嘛，所以伊是好勁，好 like 伊個好 grip 啊，and then 伊個 surface 嚇，伊 balance 嚇，呢個未上大機，對，伊 balance because 我負責做你 sushi restaurant 嘅嘛，你 sushi 個 chef 咧，一下一支手落去 in between 嘅刀咧，伊看伊 balance level。所以有研究嘅，伊手好勁，伊手袂上加啦，刮手啊，你看啦，伊刀個了，即個看即個。But Japanese 嘅 chef 嘅 knife 咧是真正。即個 because 樣家己 forge 特啲樣日本用 material 咪個啦，要 custom made 啦，成間金配你看金配咪是基本上係 custom made。OK，伊想做你samurai 對，我咪袂使講我咪你會多啊，伊會教哦，伊會鐵。袂教。所以我自家用較薄嘅 blade 嘅 ，because 較薄嘅 blade 較容易 glide through 你刮嘅物件。伊比我嘅 chef knife 較薄。because 頂到我們是自家係你 Wusthof 啊，你看你 knife，伊人 Wusthof 嘅 knife 哦，伊 blade 真教。所以我同我慢拿教慢拿好咯嗬，特別教伊較只 resistance，你 check 物件時啊，伊教個 certain depth 嗬，伊都袂落啊 ，because 伊 blade 就教。所以我當今用嘅嗬，伊無咧 high quality，because 用嘅鐵較少嘛，較薄。特別when你切嘅時啊，伊會 glide through 較硬，切肉還是切菜啊，上面唔好，伊無咧教嘅咪是 resistance，無咧只較硬刮 cut through 嘅啊，較硬。看刮痛。阿 John 都特別熟㗎，你 Japanese knife because 伊真入blade 咧是真入薄，然後你愛切下你是姜絲啊，你是入薄嘅物件咧，遐伊特別較硬切，油真入油嘅，伊切出來。切豆腐啊、姜絲啊，你做下你。對，你豆腐一個 recipe 攏叫咩人做，成個一個。係咪伊切細條嚇？呀，因為你係你湯嘅位啊，伊成個成一個花呢。I know，你冇 cut through 嘅嚇，你是成日講。冇 cut through。OK。當叫咩人做啦？係你 recipe，等陣我去。OK，等陣嗰就是人到我寫刀 ，OK， 我玩就看你寫刀，還是用。等我看這我導航成個唔知我講咩，寫刀，你知寫刀是你面嚟 peeling 啊？對，成個寫 potato 啊，個能煮啊 ，carrot 啊。我真少寫物件，actually，因為用刀刮。我 OK，first of all， 我無時間食咧有愛寫嘅物件，有皮嘅物件，你無時間食有皮嘅物件。所以我就係食I mean 係咧愛寫啦，像個 peach 啊，我自家食係 peach 啊 nectarine 嗰啲物件，
所以 Apple 啊，物件我冇食只，因為Apple 我早食配喎，Apple 我早食配，特別你食 carrot 咧？OK 我有時本冇食配。OK，carrot 冇食配冇 OK，我 potato 本冇食配。OK，我 usually 食較就是食 potato 啦，食蔗物件啦。食到是皮了啊，peeler 對，食到就是 peeler 對。我本冇食誒，我 potato 有陣時我本冇食。哇，那是 new potato 我都冇食咯，那是 russet potato 我食。我夾迄個搓搓誒，迄個 steel wool 啦，我計特別 actually 皮是有 vitamins 本嘅，是講伊個換伊個 ，you know，你特別做過來嘅時，你看到皮上個未看呢？特別我以前會講㗎，半劍記講，Apple 伊人講食皮較好 ，because 有 pesticide 對，right？我係其實人有 pesticide，然後所以冇錄做俾 organic 嘅時候 something，but still to say even organic。我早知啊，特別我冇常常食啦，我冇常常食。成個蘋果，特別我食蘋果是較就是皮嘅，冇食嘅是裏邊嘅水起碼要 wax 到啲出到啲咧破成咗 ，good 嘅。polish 看吉辣，你看到我係吉辣，就是講我食 wax。阿妹困時食辣椒，有時食鬼呢食辣椒啊，鬼個食辣椒。OK， 嚟講到呢度個別人話咪 specialty 嘅多。我俾看那多，攞第一嘢，攞第一用，第一 often 用嘅嚟，我打開我看你多。我打開我嚟以前好快。我用紙張，因為我只係本多嘅數，所以有時我就是紙張多。用含嘅啦。我下面就不會食咧。我就是一個怎麼住講啊？怎麼住本時講用自己多嚇？咁配哦？咁配嚇？你自己多？你學我看我就行我看你多成咗4張。看你伊出來人走過來去，到啲出，嗰啲嘢倒出來，佢綁勁嘅。誒，做 restaurant 做工嘅人講夠用多嘅，一人講食嘅用多嚇。Actually， 我細漢起到，我唔是真係自己用多咧，因為我細漢時我媽細漢到 train 我是用佢哋成個 paring knife， 較長淡薄 paring knife， 像你淡薄你講嘅 fruit knife， 但係佢唔是喎，伊係 actually 是成 steak knife 啦，咱食 steak 係是用嗰啲 steak knife， 特別我用佢哋咧，伊是 steak knife 參steak knife 參佢哋阿媽普基提供，這來啊，這來係我看嘅菜刀啊，我咁啲嘛，我看嘅菜刀啊。聽到我冇 ？OK， 等陣看即個我導航嘅聲，我導航嘅嘢猜到啦，我看啊。誒，你冇調過，你係咪 unmute 過？哇！我猜 Oh my God，paring knife 嘅咯。我知你啊，我下面邊會切啦，下面下面 celery 啊、蒜頭啊、藤頭啊，雞公頭半嘢我講到。雞公頭嘅。因為我只麻煩咧，我 I mean of course 啦，嗱是講有時間嚟講 enjoy， 我特別 practically 啦 ，honestly 啦，你較只用啫，我看只濟人本身，actually 是會用嘅，你看，尤其是你切椒嘅時啊，你免換刀都 OK， 你物件乾啲啲濟時候，你就是你刀細機嚟講咧，你特別做乜事哦？你細機嘅時候，你切嘅時，你 motion 是一項嘅咯，你 motion 你會使 either 按呢切，還是你拖按呢切。你物件較懸較大嘅時候，你切特別較切會貴咧。所以講你成啊迄個白菜頭什麼較厚嘅，你要切嘅時，你是只細，你不得解刮，你一刀就是較大嘅縮就刮起嘛。特別你細件就是講椒嚟講，你 especially celery 嘅嘛，伊只用切啊咧，有陣時 celery 啊，我要切迄個想講要切只粒細粒，然後做成個。set 迄個garing
一粒，然後一粒dice 啦嚇 ，finely dice 嘅時，你用你 paring knife 你使刮伊一粒 one rib 刮，做係較細，然後得可以搖起來嚇，係你本是 OK 本嚟，成個切椒嚟講嘅是 OK。這是一個人嘅事，就是安款用。對，我大 restaurant 做工嘅時都無用這個啦，就是用嗰個 chef knife 啦。chef knife。OK 來，加濟啦。base 波咁啲，來看一刀。Hello。這裡是選 knife。Japanese knife。我有自己。特別我哋嚟啊，就叫我用嘅。你切咗下，即是看你刀嚟冇嚟。就是按我 check 嘅，刀嚟冇嚟。對。伊定住 sharpen 嘅時候，剪入嚟，安尼。你寫字啊 ，please 寫字，盲點打嗰啲字，你幾多？我計見。我隻咩？我隻。你使刮，你刮個料，你刮個落，你咪拖走。你刮到乜？看你刮 through 嘅鬼嚟哦。嚇？刮到你刮 through 鬼嚟到乜 ？Yes。看見嗎？寫字。唔驚，你冇嚟啊！寫字。伊 event 嘅佢嚟，所以都冇多 event。拜鬼。mobile sharpening 啊！伊嚟鬼 neighborhood 啊！冇啦，我叫伊嚟，應該我安尼做物件啊。OK。我聽講有你日本嘅 brand 啊，你看到？你邊刮呢塊？你慢刮乜嘢？你慢刮伊 go through 嘅咧，就咪嚟時你看到睇到嚇。冇嚟啊！我大行你講咩？我大行。我冇講下你日本嘅刀是唔是成個安尼款嘅啊？是唔是愛 specially 去吹啊？你成個 Japanese 嘅，還是都對佢公司嚟播？伊曉咯，佢哋 experience。即係刀咧，係你 lifetime 啊，你對伊嘅公司，伊 sharpen for you for free 嘅。哇！誒，佢即係刀真係貴嘅，即係個。貴類人看自己貴類。係你百幾塊一。對，我百真係貴。Hello kitchen restaurant commercial 嚟啊，伊人賣啊，可能多特別，我朋友捌賣。特別我未 convince 講伊安尼好 ，because 我本無煮，所以我無買。特別伊拉講我甲你講我看我哋 believe 就是 America's Test Kitchen，because 樣做咗一 test 嘛。對。所以樣有隻 knife 樣 test 過，唔是講無好 ，yes is 好。特別如果是講唔敢買開咧一類買嚇，人嘅想法啦，就是伊人介紹嘅 chef's knife 嚇，是伊嘅 lifespan。伊問你水起來啦，伊個 lifespan，但你被換嚇，有時因為你貴買貴，你本無安尼借貴去買一個較貴，特別有人就 particular 伊是屬甲伊個 craftsmanship 你知道？你就是講是嚇，加 balance。伊有 of course 伊有伊家己好，唔是講無用，是講你被看你 get 得無 get 得咯。對我嚟講是，我是America's Test Kitchen， 我叫recommend 嘅啲都是，小未記名咩嘢，裝載，跟住 America's Test Kitchen 我吹佢。German 啊，係 America's Test Kitchen。伊波伊是，我唔知係咪伊唔是 German 啊，伊唔是成講你有名，伊是 restaurant 嘅 restaurant supply America's restaurant supply Test Kitchen， 伊隻名真出名。我冇 Woodstock 嘅版意啊。Woodstock 一個這邊叫咩嚇 ？Woodstock 個另外這邊Eckling 我就唔整嚟咧。J Henkel Germany 嘅公司我有伊家己鋪我吹掉。叫做 Zwilling J.A. Henkel 啊 ，Victorinox。Victorinox。但係貴 Victorinox 辦幾呢？嗰啲，伊 chef 呢把36塊呢，特別伊是 plastic 嘅 handle，伊是 plastic handle， 特別。哎呦，別只對啊！你講。冇，但所以伊樣到 kitchen 用本賣，就是講，伊兩個是講，嚇，有人講啦，你特別阿咪伊貴嚟接唔起啊，你知咯？你就諗我聽到買時，你很高個啦，就是 because 伊玩
伊叫做咩啊？伊參咩 shaft 佢機參解佢 handle 是機鐵嘅嘛，你知啊？所以 handle 袂斷嘅咋。對。特別像即個無三嘅相，頭媽菜多哈呐，即個無相，你即個是，即個是安尼看咯。即個是第我冇個，我唔敢買 ，because 我係辦機都我個用個嘛，所以我唔敢買，未必白刀我都未買，但是我都用派嘅料嘅時候都買。係咧，你那時伊刀較舊，當時伊筆嘅，伊起唔是筆。Victorinox 㗎，迄個 J Henkel 啊，伊人幫有真濟項款嘅 grade 嚟做，有咧 grade 較棒機，有咧 grade 較貴。特別我是袂曉項款嘅物件，倒一個貴，倒一個。特別我是看真濟人買，我朋友甲我講，伊suka食迄個 turnips and rutabaga，了真濟只定，了伊講貴嘅刀啊，伊 balance 好，伊講切了解硬伊講我是無煮，所以我無買。I'm not convinced 啊 ，because 伊無想啊，伊真 suka 食迄個root vegetables 係嘛，所以伊講伊會去切 root vegetables 啊，伊嘅刀真快 blunt。所以伊買嘅刀就是大家喺度點買，有影是伊甲我講真好。兩種住人 enjoy 切物件。我分享喎。我會使講，我淡薄。therapeutic 我講嘅。對，甘配本是㗎，甘配是㗎，就是講會是㗎本。我甘配。我暑假，if我多錢來啊，就是樣子。往時我做咧網廣車路條起下咧畫出來啊，下咧我就暑假佚佗啊咧。kick 伊出，亂 kick 伊嘅。我唔是暑假咯，來咱講下這，我家這無大項講下，咱暑假，你暑假切係咩物件？屌絲，我真暑假切屌絲。就是因為這是真like 因為特shape 無相嘅嘛，但你見嘅 shape 無相嘅嘛，所以我講就 like 佢哋 process 就是特我倆去見嘅是，你就去想，為得住切啊，較濟 surface，對 surface 較大，then 按照切啊 ，then 你啲 angle。Then 擺啊，OK start 切，然後就本時你做 kitchen 你做過，應該是。對，因為像個用 chef knife 來講啊，因為 chef knife we tend to cut like I don't know like we tend to cut from a 對，actually 我講嘅愛用菜刀切較好，唔知我講你愛用菜。菜刀啊，那突。對，愛啲 from the top 愛寬切啦。所以你買 glide 伊，你是 chop 得，你是 straight away down。OK。對。伊是唔是較未 bruise 的伊個膠做佢？伊接較未出嚟隻，你看切。接未出，對，接未出安尼地本是感覺較油我講係對。所以 even though 有時我無菜刀嘅時，若是講我用嚟。Chef knife 嚟講，我本 try my best to go from the top 啦。OK。特別係你 go from the top 吧。Because 要 curve 伊袂對，你 chef knife 無平數嘛？伊那blade 是 curve 用加後背柄。後背柄。特別係你若是講 from top 啊，無 glide 啦，伊個刀就係真正來啊。唔是你袂切袂斷。我聽到別人個刀嘅聲是點樣？是發咁啲啊！哇！喲，我暑假我就暑假切。Languy，伊是別胖嘅 symbol 咧，即係法國 famous 嘅刀，即係是 carving set。哇！水哦！For Turkey 嘅，即係是 key good 啊 ，key good。你有用嘅無？還是買嚟辦？你只水用嘅。真係是你用一刀啊 ？Thanksgiving 是 Turkey 啊 ？Thanksgiving 啦 ，Turkey 啦 ，Christmas ham。Christmas 嘅時嚇都切一用啫。伊只水款，只水。即是教應是人送嘅啊？送咧，即係人教應是送啊！你看你物件 carving knife set，特別咱當人嘅笨蛋哦，當人要使送刀嘅，咱無送刀嘅。是我家己買還是我叫
嚟 registry 舊 in Maybe 是我唔 registry 使啊，你可特別我能唔記得是 registry 啦。我是經嘅，即係我嘅，你係要別碰隻水。哎呦 cute！哦，你看伊 handle 個那水，你看 handle。隻水款，即無貴。我甲你講，即個刀無貴，即個 set 啊，伊個有一個啊，伊無貴。我甲你講，迄個選的刀較貴個。咁配也要看嚇，咁配你曉看咧 YouTube 喎。咁配你買咩嘅？你曉看我講嘅刀係咪佢頭㗎啦？你會看到，你會曉看。我冇看到，我冇去看，歹勢，我冇去看。你多個我 internet disconnect。I think 我係去 youtube.com/@ 邊個學見對誒。我冇看到，我哋 YouTube 有嘢。哦，OK 嚇。係啊，แล้ว誒，我只係個切物件，但係咁配你是個切物件。OK 咯。你想 enjoy 成個講，我愛家己一人點啲。哈，我本身係suka，我suka，哎呦，死我啱啱在煮物件，我個未食過，話一點呢，啊，當今世人甲成個迄個保險店咧，可能往老人 interview，攞佢哋話3條嘅，嗱呢塊你未看出。我感覺你都無背。看袂出，特別保險店我看 YouTube 伊3條。哦，伊邊個尖嘅，我咪冇尖咩，我買尖。你是拍開嘅嘛？係32塊。誒冇32塊，搞開拍開冇上。等陣OK，我是個切係咪物件？我是個切，即係物件，我是個切，即係蒜頭。蒜頭，我講切蒜頭，攞人切嘅人講下，用呢刀。我只見我冇切蒜頭嘅，嗰隻直頭剁碎嘅。剁咪是，阿咪剁咪是用刀嘛？你成拍啊，後邊咧拍啊，拍咧，偷配。偷去配，然後切下個葉丁。啊，對。然後係你咪是叫做切。你咪是特別我是拍啊，學喺邊一學，因為是邊啊，特別脆嘅，然後我個 vertically 啊，伊成講一頭嘅伊背嘅後，我個切可以，然後可能個邊個，然後可以較細，然後來剁嘅。我只是個用刀嘅咋，但係我想到隻 topic， 我只是個用刀嘅。我真正 actually 咧，老師咧，我剁上頭咧，我打冇暑假嘅，我是用先盡用。如果做嚟 dumpling 嗬，我隻蒜頭嘛，所以我用 peeler 嗬，不是用先 peel 嘢嚟。但係你淨係講下依家較硬咯，你殺到咖喱嚿你剁嘅了，係是講，你用咪先加，還是用佢有隻蘑菇係話，伊是安尼細下隻 container 啊，都掂伊 glove 嗰啲淋用 knife 嗬，伊一定有潮令哈，特別潮令嘅咧，剁頂嘅咧，擼一對剁嘅了，你蒜頭嘅。哦，我係是我有本，我有攞嚟，但我用一個是專門是做可能做 dumpling 嘅，所以你 mass produce 嗬，伊蒜頭嗬是一個像 rubber 咁嘅。所以伊時候有咖喱嘅，然後你蒜頭嗬，配啲蒜頭你白啊嗬，伊阿杯又你綁下架，然後你下落去，伊你一配個你綁個料出來，所以你夾住落配啊，直頭掂落去，上一個 chopper， 寫前啲嗬，然後係一刀 blade 啦，隔嚟加，夠。你以後我看啦，唔知你講咩。哦，全部都上緊看啦。啊，你上緊係嘛？我冇咩對，我冇。冇，讀個泡水。แล้ว當我想，我個是個切係咪膠？我是個切膠，我是個切薄米，對，有切。我唔係切薄米喎。我最近因為之前我比較切薄米，我切就是想個切膠，你看白看。then 切薄油啊，特別最近我都發現到對 video 啦 ，YouTube video 看到，伊人這只是 chef 想做切薄米，就是。伊人切真正油薄米，伊人愛切油嚟講嗬，唔是一款白是要跌拍伊，嘛拍一個伊糊弄伊，
哦，chef 啊，對，加食。我最近發現咗木呢試試人哋concept嘅。OK，你小我手仔那背嘛，古龍無攞吼，係木啲嘅四地啫。我應該甲坎坷人無我啦啥？你知道真正嘅剁噶啦你啊！我食木呢，我無切咧，我 just 攰食一個花，頭毛咪是食一木呢咯，一個花，我捏隻。OK， 嗰隻物件要攞用咩刀切 broccoli？ 真彩啊 ！broccoli 用 normal 刀切嘅。用架刀架。actually 我最近嘅用嘅就係架刀本啊，最近。架刀好用。我切葱啊，我切葱啊，當然你葱啊，會切粒啊，等湯入面下。我們是用架刀加。我用架刀真濟，我用架刀加十塊布蓉，我用架刀加雞巴，我們是用架刀加。是啊。你用你 poultry share 啊？咩啦？對，我用 kitchen share 嚟嘅。poultry 是伊個加骨 ，poultry 係加骨，我冇用，等加白嘅見。加你cartilage 啦。cartilage 對。and 你 poultry 咧，我想。OK， 咱看一下。伊 shape 本是嗱，hand side 嘅嗬，上個就係 grey color 嗰啲物件，嗰啲是 garlic pillar 咯。garlic pillar。哦，伊標咖喱嘅啊，伊是long。哦，哇！呢 professional kitchen。professional kitchen 咧是加到你嚟 chop 呢 garlic 咯。你是滷可以配滷嘅啦，你到底南邊嘅。你咪是做只蔗，你會見你嘅 garlic。我 garlic 臭，大禮拜差唔多隻。你只蔗 garlic 嘅啊？你只？隻 garlic。你唔是未使做無幾對話，你知你無看到幾，我無幾個時講，你所以無幾對話。你唔是幾人都唔加對，你變得胖嘅。不，你使講你無成日講對，你是好教嘛？你無成日講隻臭隻粗水粗嘅。哦，對。這是算最粗，特別我唔是隻粗，我唔是隻蔗嗎？哦，我唔是隻蔗嗎？你出來人隻蔗哦，I think 冇啦，你煮你看，冇，你蔗咖呢個 professional peeler。垃圾，你我哋見隻垃圾，隻蔗咪無限隻垃圾。哦，特別有人是成日，有人是姑姑成日 normally 姑姑隻一刀，你有啦。我古早是有隻過蔗，有一隻。古早是人有愛食甲三擺春雞卵呢，春雞卵食古食雞卵個，特別雞肚個咧無食了，and then 無尾我就有食一堆咯，但我知是 the moment 食一堆雞時咧，我會咖喱雞定雞，我直接變到雞西味啊。哦，你起理去。好用特別，即係我看，若是講成個滷咧用咧蔗是真好用咯。你用咧蔗嘛，滷薄嘛，成個你叫咧冇大行看，一條辣咯。一刀煮白攞料。啊，未使講。特別會使白餅，白餅。你燒到 freezer 嘅，白餅參加。我就去 Costco 買嚟大罐嘅。brie 啊，意思煮啊是加水嘅。變了，伊係啲。就係你要浸水哦，要浸油 ，OK。伊係油嚇，然後我用伊油無 flavour 啦，伊油是無 flavour 啦。我未記唔知是蝦米油，我未記曉。我係是油 neutral oil 啊。because 若是講是水啊，你係啲咧油會伊會噴嘛。應該是油啦 ，because 油應該係燒 ，because 油是無 air 嘛。伊是伊個味走去，若是有空氣有 oxygen 咧，伊個味伊個咖喱個味走去啊。對 ，because 我古早我買是我買 puree，我大迄個 grocery store 買，我感覺伊個味無講成 fresh 咁正。OK， 即係 OK。
呀，伊味素上加 fresh 的，所以我買 Costco 的，較用啦，我分段。多錢？對，分段切。你有當時去食分段切了，無食了，伊會生瘡出來。啊，是香菇啊！伊本嚟生瘡嘅嚇，對。long mai講食物件多啦，別行物件用嘅多 ，box knife 啦，還是barang多啦，去做 gardening 嘅多咯，係咪多？加多啊！加多啲加多。葡萄是哦，水哦，葡萄上。使，葡萄會使。葡萄嚇。葡萄浸菜。我頂一間買一個新嘅物件，我好看。嚇。我對自家看 show and tell 嘅，我對自家看人嘅物件。我都可以嘢多，我嘅十幾多就俾人講嘅咧，十幾。我一多梗係嚟，迄個多我都是看到，真好用。我看到人買啦嚟。個話咩？冇咁啲，未使講。冇，都有百克，我有用百克對。百克是波頭咯。百克，唔是，佢哋是加巴。哦。波頭是加巴，百克佢哋是靠。百克是佢哋巴郎多嚇。唔是，上個 carving 嘅，上個你做 carving 嘅咧，上個 carving 茶啊，你 because 你。哦 yes chisel。啊 chisel 對。啊 OK。你講叫咩？博哥冇叫咩？啊 shovel， 唔是 shovel。哦。唔是 shovel。等陣話你看。我點啲家產都是這樣嘅啦咁。哦，這個是reader 對。人我係家產者啊。這做咩用誒？華炒誒。安裝啊？安裝用。插落去，下粒了，挑嘅啊。你一拖起來呀？一拖起來。真係拖嚇？你咪這邊打這邊搖啊？嚇！你打落去，你打落去啊！你打了，你翹起來，喺度醃了。哦，一攰你，但是你掏嘅時係你塞你出。哦，按照我上邊教，按照嘢拖出來就冇嘢。伊這個是正妹是呀，係你dandelion 有刺嘅嘛？哦，我錯咗。伊用袂久嘅，我 every 3 years 就買一支。哦，我這個 brand 是真係好嘅，這個 brand Fisker 係，這是 Fisker 這個 aluminium 嘅 aluminium。較輕啊，免更咁嘛是。嗱，伊係冚嘅，你死字呢？我梗係驚個女呢。哦，嚇，哦，when你插落去時，伊是冚變咗熱掉伊去。你愛夾起來是熱了。哦 ，OK。但是來頭嘅時候塞你。啊 ，OK， 明白。好用哦，我講啦啥？我唔捌看過啊。特別我感覺你係較 powerful 過我嘅 ，because 我係唔知是 first 是 second generation 啦。我本是用袂久，我用袂久，我講你是 Fisker 啊？你是 Fisker 啊？哦，線我係學線，我係對啦，我係學我本是 Fisker 本是用唔知是 2還是3 season 嘅本是未啊。特別我冇叫你人嚟講我冇啦。這個是 new，這個是 new version。要來咩？要來咩？我冇話要來啊！哦。Because 伊你知咪做 dandelion 你冇 Q， 伊會見個了出來啊！伊煮生煮濟，所以你若是愛 Q 嘅時，你特別 Q 幾條根。然後若是伊冇來啊，伊會斷，伊隻斷啊，伊就生較濟。哦。所以 dandelion 若是你買轉藥，你特別用一個哦。冇特別重要。哇！我係 Fisker 嘅物件做嚟做死啊 ！Fisker 唔是德國嘅。你落波嚇。我叫佢啦，係咯。你諗乜看過你夾多成日人做菜啊？唔是，人夾頭毛時夾多，伊就伊有啥？你看你啊，伊 blade 呢夾炒 hedge 掉。伊實有 Kiki 我幾日到我家度我自己等線，
伊個 wire 嗬，你是導電的嘛？所以導電咧，伊就算接起面對你一咻就嘣冇去。安怎你加掉你電線咧？share，你加頭冇嗬？唔是加炒加你 head 就是啊，加人嘅你成個禮拜花哈，禮拜炒啊。咧伊咪是成個一支長咧，想茶色，特別茶色，伊個膏咪咧酸嚟去，咪是射咯。แล้ว我見你看了，往時伊個多伊個 wire 走到啲加撈到啲頭前嘅，然後一走走入去，伊個射伊就對嘢咯。佢就倒咯。你 wire 是你白格嚟嚇？哦，你講嘅是 head trimmer 係head trimmer 對。對，唔是。唔是上，伊唔是線，唔是迄個唔是迄個，唔是，伊成個，伊你看咧，就講唔。伊是可能，即叫我咁啲嘢，伊太多，伊迄個夾到起來啊，成個啲 Freddy Krueger。我係帶上咗。加係人阿莫夫，加係人阿莫夫呢？冇相關嘅。哇，來源啊，猛笑啊！出嚟冇有下筆佢。你講要，你成日講 after 你用啊，你特別夾迄個切伊，哈對。我係 alcohol white，冇，但係我唔是改嘅，但係我是驚講是講類臟啊，類臟有病嚇，有你去切嗰一個臟啊，一伊貴嘅病，所以我用 alcohol to prevent that 啊。即是，有可能是一邊來嘅。You know？ 冇我test 我病啊，冇是來病。啊，這是加壞嘅，這是加壞，這是老闆啊，老闆嘅。是你老闆啊，這是。加 rose bushes 然後用之類嚇，對，我用之類，我 rose bushes 係關嘅事。即係我厝，本是來，本啊，諗過來。Girls just wanna have fun，這是你老闆。對，是你老闆。來小氣啊！我特別學阿莫包買迄個磨刀嘅啦 ，because 我真濟物件，安尼我那本是特別磨，所以我若是學磨刀咧，伊咁你磨下，誒，這裡使磨咩？你看你 odd shape 嘅。我就是 sharpen 嘛，我百幾塊人都磨刀，嗰度聲對嚟咯。係啊，你教我叫我哋 professional 做下都。特別 professional 做當嘅嘛。伊當然差唔多係。你免打嘢嘛？伊 retire 了，伊使做 professional 了，當然唔使去 neighborhood，伊個人收嚟做。我先就是啲時候。我叫我使叫伊去買啊，然後 because 我冇想到佢 benefit 嚇，對。我今日想到我刀呢嘛，咧伊去 camping， 伊就講我講伊破頭啦，係咪㗎了？แล้ว佢講用手。我自己買。我嗰想到另外一個刀啊，我有 specialty 嘅刀。係咪刀？就是我切turkey 嘅時，係 slicer，伊刀係呢，哦 ，electric 嘅啊，係 electric knife 對 ，electric， 我冇用過啦。我是 slice 我 turkey，我敢拿用佢嚟 slice 嘅 ，because 伊皮未燶。你切落地啊，你若是你家己啲做落地啊，你用你切伊落地正伊邊嚇對，伊會使切薄薄，伊唔會切。咧有內 blade 嘅，一個是 meat 嘅，一個是啥破就切落地嘅咯，這是。哦。伊 blade 冇相嘅。好用啊，好用。我切usually turkey 咯。turkey， 我跟他食 turkey， 我跟他 slide。OK， 我切 turkey 時陣，我 cut 嘅 turkey 是，我 cut 嘅貴 breast 來，แล้ว breast 咪是，伊是徛起來只個歪是邊嘅啊？係 machine。唔係，伊唔是 slicer，伊唔是你 slicer，伊是刀來，伊有一個 handle，你頂 handle 咧，伊頭前有兩支刀。咧伊攞幾多？伊冇多時做嘢呢，所以成日當阿只叫你叫咩嚟出嚟㗎？伊上加係你，是上加係你鎖啊，看住，伊上加你 back and forth。back and forth 做你鐵嘅物件嚇，伊攞起嘅薄嘅，然後你係攞嚟，然後 screw 起來，然後是伊個隻貴嘅電視，伊內 knife 啦，內 knife。哦，你食噶鎖你就掉啦。掉，你看你，
你看你 lumberjack 啊，伊人用你梳啊，都是上甲你 lumberjack 梳啊，就对啊。伊攞柄咯，係咯，所以伊起來對，然後咯，點解買這個 video？柄啊，一收起來咯。哦，我唔係看過啫。誒，這是我是 turkey，我是安尼看啦，我 slice 我 turkey。哦，當然有 cutlet 啊，我個有算，特別我唔看嘅。我是，但我想下，我是，你知那 turkey breast 哦，我 from my turkey 以後，我切出來，你咪是規地 breast 嘛，你等咯對哦。Instead of 到底伊 breast 安尼款切吼，對伊 lengthwise 切我是 cross 嘅，所以你到這邊去切，所以你咪是 against 伊 fiber，所以你 turkey breast 是較 tender 咯，你切出來，所以你要切安尼款 against 伊嘅 breast 嘅時候，我用迄個 electric knife 切咧，伊一頭上 butter 然後就過嘅啦，你免顧，所以你免安尼款 back and forth 嘅 motion 下，你嘅雞肉嘛是被破，伊被拖 shred 掉伊吧，所以一頭上 slice 過，安尼款伊 fiber against fiber 落安咯。我計要呢，就咱講，我唔係要呢。咱老人食啊，咱老人，咱。冇啊，當問你一個字啊。哎呦，我肥，我就等個5點。阿爸你食豬腸飯嘅。喲，係所以你個笑啊？家己做啊？蝦米豬腸飯嗰啲嘅就變嘅。哎呀，係啦，家己醬家己做啦，特別嗰啲飯家己買啦，我袂使講，你只好了上方貴煮豬腸飯，上方貴做。冇辦法，破病了冇辦法。你人食是咪？誒，等我看。你件事。咱看阿龍，哎呦，死不倒出來嘛！等陣，阿龍，哇！你做咩就冇話晒啊？伊群，伊淡仔是聽掉誒，伊是聽掉，聽講嘅時，變做伊愛困咧，才走去困去。我本來是愛等每一個特別我垃圾，我未打閒。哎呦，誒差唔多嘛，差唔多啊。講問你啊，你講問你啊，我當小打，來使講，來後尾知道講關於多 specialty 嘅多，我冇講到嘅，把邊一店嘅多，絲瓜多。邊啊，大米吧。邊一店只有絲瓜多嘅嘛，巴郎多。係咪是絲瓜多？係你 machete。係你日嚟切絲瓜咩？你冇巴郎，你是人刮你，成個人去 jungle 時刮你，寫你炒嘅啦，炒。我梗係絲瓜多嗰隻，唔係刮炒啊！我特登看人去你 outward bound 啊，伊人入巴郎多，我食，我梗係見。誒，真危險嘅啊，真危險嘅咯。係嚇到人嘅。誒，你人有按過哦，刮炒嘅多。哦，沙比誒，我厝有一支，特別我不要用。我紅湯厝有一支。because 個打樣是唔是成個刮你拉冷嘅時，掃呢哈。我哋家用你刮炒嘅，我諗叫佢用你一買一件你物件，用乜嚟？一件，我諗計驚你咯，特別看了計成個。梗係厲害，有影一個是 skill 嚟，你知？嚇對，炒一刮白白。你曉用哦？我未曉。未使講曉，嘅大人。有用過啦 ，OK， 有用過啦，但唔是 professional 啦，有用過啦。特別你曉用啦，你是我一時係隻 broomstick 嘅，你係 broomstick 嘅，我諗是係 broomstick 嘅，你係翹，肯定酸嘅。我係驚啦，浸到個腳冇管嘅話。你咪腳啊邊一啦，腳邊一我。浸到佢一真係將頭度啲托卡去。佢講喺邊絲路板公別，喺邊絲路板公別，一個站嘅啊！對，佢喺頭度啲冰鏈嘅托卡。Oh my god！講咪多個，諗冇講到嘅，冇啊。OK， 冇啊。小調時，把自己兩個多那麼多。哎呦，我真係個多嘅。Oh my god，obsessed with 多。
我是講用我都切唔知，咱無講到 mandarin 是寫哦，刀，你寫啊，你寫，唔是寫刀，你寫物件誒。你來啊！你舉手，然後成講你要做叫咁要薄薄呀，還是係你救護車個，對，救練咧，係你地驚咧，我哋話。特別好，我講我係嘛就particular，對，你配嘅特別我有一個當機，一個手籠是 butcher 嘅 glove 啊，伊是成個伊 fiber，伊袂你袂削掉，刀袂刮掉嘅。你即係是 butcher 人無寧用地保嘅是要穿隻 glove 嘛。即係刮是一個刮，一刀刮到伊個，伊是刮到一 glove 上，伊成個是成個手啊，可能，所以被刮到你手嘅。所以我用佢問我寫物件是我用佢哋寫，你到底要寫咩不啦？什麼在寫咩？係咪嚟？這是吉林亞嘅嚇。Fennel。嚇，成個吉林亞 restaurant 入面食嘅外口包 candy 嘅 fennel seed。because 你食了啊，食香，咁啊食上對，誒你去台北，你借個爽嘅咯，咁咪買。食個 sprinkle 啊！你借你吉林亞店哦，對，差無時候對去吉林亞店會買。吉林亞店買，對，我去吉林亞店買。誒，然後就你食。誒，胖，after 你食飽了，佢嚟薄薄呢。對，頭媽都是食上濟，你係咪啊？臭。螺螄粉哈，食上濟。我冇聽過嗰啲螺螄粉。OK，嚟小蛋，所以嗱咁配雞嚟同人講笑，我會告訴。OK，感謝啦，這禮拜講嘅一邊聲啦，下禮拜到啲人講鹹話啊，講法律話題，流浪嘅書，唔緊，未吐咩？ OK，梗係你嚟吐隻地喺度讀嘅，聽乜吐毛？講嘅正聲，下禮拜再見，拜。個有路人頂一禮拜 YouTube 不看哦，特別到這邊訂，然後這邊訂看訂睇，看訂集正，我哋現在錄音時佢通知你，OK，感謝，拜。